美国甲伊朗的停战协议正式生效。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已经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也外国媒体就报道讲沙特来会直接对核计划甲制裁这核心议题展开谈判。在法国法拉塞宫晚宴的现场，美国总统川普提笔，在大家见证之下签署美伊停火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也表示已经完成签署的文件。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这份谅解备忘录列出14点原则，首先是美国伊朗甲双方盟友会马上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战线在内。美军会伫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伊朗负责清除水雷，开放荷姆斯海峡通航，60天内商船免费通行。另外，美国会偷偷解除制裁，佮解冻受限制资产。经济方面，美方甲区域盟友会协助组装至少3000亿美金中型基金。在核问题顶悬，伊朗承诺未发展核武器，浓缩铀库存也接受国际监督处理。最后和平协议完成了后，会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背书。I believe that it is a win-win 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gets to ensure that Iran will never produce nuclear weapons. At the same time, Iranians get some sanctions relief, which is good for their economy. It's also good for global economy because the double blockade of Strait of Hormuz by Iranians and Americans will be lifted. 不过，真正困难问题也未结束，包含制裁解除的时间、伊朗核计划未来规模，甲最后核协议内容，拢会伫3日起60天内继续讲。公视新闻陈秋梅报道。